后来乡亲啊，咱台湾人对迄一暝永远拢无法度放袂记哩。1999年9月2日半暝1点47分，台湾发生规模7.3的大地震，刹那之间天崩地裂，山河变色。全台湾有51000外间的厝摇甲总倒，半倒的嘛有53000外间，有2415个人死亡。这是台湾为二次大战了后伤亡上界严重的自然灾害。伫个921特别满20年的今仔日，咱就来回看921天摇地动的迄一暝。上去救你的，不要自己下来，有没有听到？人都在了哈，对，我们一家3口都出来了。1999年9月2日，透早1点47分，恐怖惊人的地震持续102秒，厝倒去，全台跳电，如何透明为倒去的厝内面走出来，四界拢是喊叫甲哭声，眼前的景象袂输是人间地狱。要不要送医啊？不要，我的孩子还在里面，我不要去。没事，好不好？10几层的大楼，袂输7吨米啊，共款倒落去，3楼4楼变成1楼，厝内人被待在内底，都伫家己眼前断开，却是救袂出来，迄种痛，互人挡袂掉。一个妈妈，一个小孩，你第一次觉得手是在你身边那种感觉，而且那是这么真实的一个状况。世界拢是死亡甲无助的气氛。第一日探勘人员伫地震后进入灾区，更加看到台湾土地被裂开的空脆。9月之后，草岭大崩塌形成一个堰塞湖的一个状况。这是地震前，白色就是那个山坡已经走掉了嘛，整个走山了。地震虽然是天灾，不过恶心的建筑却夺走真侪人命。通过检料嘛，每个房子里面啊都有看到钢筋啊，都跑出来了。大楼阿妈头结构内面有沙拉油桶，铁基也嘛是凊彩放，拄着大地震随倒去。若是规模7.3的921大地震，造成全台湾超过10万间的厝全倒还是半倒，13000外人死伤，厝倒去，1000人离开。在大家绝望的时，来自社会各界资源到位协助重建。当年记录希望工程的摄影师为囡仔眼中看到希望的光线。我问他说：“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怕？”他笑起来，他说：“我们都震垮了，如果地震还在来啊，该轮到你了吧？”相片内面2个查某囡仔，即摆已经大人啊，嘛做老母啊，因为921婚更加知福寿逢。20年后我们又重逢了，所以我们会更珍惜对方。像这幅画都挂在家里，每天经过都会看到，对，那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要回馈社会。地震后，灾民重新站起来，回想这20年，家园重建土地休养生息，恶心的建商被起诉判刑，建筑法规将严修订。921当上台湾的土地甲真侪家庭，不过记录的珍贵影像提醒咱珍惜现在，记取教训，为家己，嘛为后一代，更加为着这块美丽土地。
华视新闻综合报道。